明洞除咗玩大街，細項點樣玩，幫你安排好啦。明洞站5或6號出口，先去依圖先嚟到藏在小巷裏的美食白肉。韓國一定要食嘅其中美食咧就係湯飯，呢一家咧係一人都能進食，自己食飽爽慣冇問題。多人食嘅話咧就會建議3個口味都點，因為真係超好吃。滿滿嘅肉片，湯頭非常濃郁，一個轉眼清盤。中意餃子嘅朋友咧仲可以點呢個白菜蒸餃，係其他地方咧都唔係咁容易食到嘅口味。出嚟之後咧5到30秒直接嚟到近日好紅嘅 Hello Kitty Cafe 打卡，只買周邊唔使堂座嘅話，基本咧就可以直入。3樓咧就係各式各樣嘅 Samuel 精品，仲有大隻 Kitty 打卡位。如要堂用嘅話咧就需要喺門口登記，再嚟30秒距離咧就嚟到 Jenny 都最用過嘅小眾品牌 C-Lune， 佢哋家咧最經典咧就係帆布袋，顏色咧真係靚到全部都想帶翻屋企。帆布袋控嘅直接買，主打法式浪漫嘅少女氛圍感。中意呢個風格嘅咧，大概咧都冇人可以空手而回噶啦。再過一啲咧就係 Blue Elephant， 呢一間咧都係明洞嘅第一間分店，一共3層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翻睇之前介紹過嘅明洞性價比品牌集合。就喺 Blue Elephant 對面咧開咗間 Black Sand， 近日好紅嘅韓國伴手禮，小磚塊型嘅輝藍雪蛋糕，個樣非常可愛之餘咧仲超多口味選擇，現場仲可以試食，試完再買，邊個收到邊個開心。韓國小眾評價香水品牌 Headless 即將都會開明洞店，明洞細巷咁樣玩，留言加一地圖私信發俾你，分享儲存6加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睇咩拜哦。